你今晚返到屋企，先唔好急住開電視，先唔好急住再落沙發，企喺門口10秒，望一望你自己間屋，門口啲鞋係咪亂到好似打過仗？得係咪暗沉沉？雜物係咪堆到連一個人舒服入屋嘅位都冇？再問自己一句：如果你係你啲仔女，返到呢個門口，你係想坐低，係想快快手講兩句就走？好多人到咗50歲、60歲之後，晒日新仔女少返屋企，孫仔女唔親，伴侶同自己越來越冇話講。表面睇好似後生一代忙，好似係佢哋冇心，但從生活經驗睇，屋企留唔留得住人，好多時唔係由一句說話開始，而係由一入門嗰陣感覺開始。今日我想同你講屋企3個地方，第一個係門口，第二個係飯桌，第三個係床頭。第3個地方唔係叫你迷信，亦唔係話你擺一樣嘢就會改命我講嘅，係民間智慧入面好樸素嘅觀察。屋企有冇人氣，有冇暖意，有冇一重令人願意返嚟嘅感覺，往往就藏喺呢3個地方。先講門口，門口係一間屋嘅第一張面，你出入都經過，家人返嚟都經過，朋友探你都經過。門口如果長期都滿頭紙箱、爛雨傘、幾年冇着過嘅鞋，入門第一口氣就已經濕住，人一濕，心就跟住濕。有可能覺得只係亂少少，老友幾個人住冇所謂，但仔女一返嚟見到唔知係亂，佢哋見到嘅係一重沉重，一重未經唔想整理生活嘅順流。有啲父母好委屈，話我辛苦一世，屋企亂少少都要俾人嫌。其實唔係嫌你，而係人會本能咁靠近舒服嘅地方，黐開有壓力嘅地方。你試下諗，一個門口又啱又焗，鞋未夠報紙未，若有未全部混埋一齊，仔女一入嚟，未見到你笑，已經先感覺到壓力。呢種壓力日積月累，佢哋自然會少咗返嚟。所以第一個改法好簡單，唔需要使大錢。由今日開始，門口之後每日會着嘅鞋其餘收好，爛散舊盒過期傳單清走，門口留一盞暖色燈，唔需要弧光，但要令人一推門就覺得呢間屋有人。等有人歡迎，你會發現門口一清，自己出入嘅心情都唔同。你自己都唔再好似返到一個倉庫，而係返到一個可以安頓嘅家。仲有一個好細但好要緊嘅位，就係門口，唔好放太多令人心煩嘅嘢。有啲人一開門就見到催款信、遞軟單、爛鐘配電器，好似係日入屋第一眼都有人同你講你好煩，你好多問題，你人生好沉重。你話人點會唔攰？所以門口最好留返一個清清楚楚嘅盤，鋪鎖匙，放一小盤綠色植物，或者放一張家人開心嘅合照。唔需要豪華，重點係你一入門第一個念頭咪有煩，而係我返到嚟啦，可以放低啦。第二個地方係飯桌，飯桌以前好重要，一家人在忙，到位飯桌坐低，飯香湯熱幾句閒話，就係屋企嘅人情味。但而家好多家庭嘅飯桌已經慢慢變咗諗問題。仔女一坐低就問你人工幾多，幾時結婚，點解又轉工，點解唔生仔，點解咁少返嚟？伴侶一坐低就開始講舊賬，講邊個親戚唔啱，講錢唔夠，講病痛，講怨氣。你以為自己係關心，其實對方聽落耳可能係鼻諗。飯桌如果長期冇笑聲，只有質問同抱怨，咁個飯桌再大都冇用。人食飯唔止食米飯，仲食氣氛，氣氛苦飯都會苦。仔女唔係唔想見你，佢哋怕一坐低就要防守。你問一句，佢哋答半句，唔係佢哋天生冷漠，而係佢哋已經準備好保護自己。我識一位陳太，70歲，3個仔女都住得唔算遠，但有幾年3個人都越來越少返屋企。陳太好嬲，成日同街坊講，養大佢哋有咩用？個個有自己家庭就唔記得㗎嘛。後來有一次，我去佢屋企坐，門口一開，舊鞋有10幾對，紙箱疊到半人高，飯桌上面放滿藥袋、銀行信、舊相簿、保健品單張，真正食飯嘅位置只剩一個角。佢同我講，仔女一返嚟就話忙，坐唔夠半個鐘就走。我問佢，你仔女坐低嗰陣，你第一句通常講咩？佢諗咗好耐，話通常問佢哋點解咁耐唔返，係咪嫌我煩？跟住又講邊度痛，邊個親戚激親我，邊個仔女對我唔夠好。你聽到呢度就明白問題唔係一日形成，
每一次食飯都好似開一次批鬥會，人心再親都會慢慢怕。後來陳太做咗3件事：第一，飯桌只准放食物同茶杯，其餘全部收走；第二，仔女翻嚟頭半個鐘唔問錢唔問婚姻，唔翻舊賬；第三，每次飯桌上一定講一件今日開心或者感謝嘅小事。頭2次仔女都唔習慣，以為阿媽又有新招，但3個月之後，大女開始主動買餸翻嚟，細仔會帶孫仔上去食兔，唔係一夜之間變孝順，而喺屋企慢慢冇咁似佢哋先咁行㗎。所以飯桌第2個改法就係3不一流，不審問，不翻舊賬，不用病痛同怨氣做開場，留一個位置俾笑聲，留一句輕鬆話，留一碗熱湯。你想子女翻嚟先要俾佢哋一個唔需要帶盔甲嘅地方，飯桌留得住笑聲，先留得住人心。有啲父母會驚，我唔問米，即係同仔女冇話題。其實唔係，你可以問得柔和啲，唔好一開口就問你幾時升職，你幾時生仔，你有冇儲錢。你可以問最近有冇食到一餐舒服飯，工作有冇一件事令你笑，身體攰唔攰。呢啲問題唔會令人上頭，反而會令人覺得你真係想聽佢講，而唔係想捉佢錯。人同人之間好多門都係咁打開嘅，你肯少一分控制，對方就會多一分願意靠近。第3個地方喺床頭，好多老友記會問床頭同子女翻唔翻屋企有咩關係？關係好大。床頭係你每日最後望到嘅地方，亦係每日醒來第一眼見到嘅地方。床頭如果堆滿藥、賬單、舊信、爛充電線、發黃相片，甚至放住一堆令你想起不開心冇事嘅物件，你個心點會靜？人夜晚瞓得唔安，第2日起身就容易急、容易煩、容易講話帶刺。你明明想關心伴侶，出口變咗埋怨；你明明想問仔女近況，出口變咗只問。慢慢屋企啲氣就冷，嘈頭亂，心就難靜，心難靜，屋企自然多火氣。都唔係話執好床頭就百病得生，而唔係話玩一張床就交換大禍。呢啲講法太絕對，我唔會咁講。我講嘅係，當你願意將自己每晚休息嘅地方整理乾淨，願意俾自己一個安穩收尾，第2日你對人自然會柔和少少，柔和少少，關係就有空間重少少。好多晚年福氣就係由呢一點點做到開始。床頭第3個改法叫安心閣。床頭只留3樣嘢：一盞柔和燈，一杯清水，一樣令你心定嘅小物件。可以係一本書，可以係一張令你微笑嘅相，可以係一串普通佛珠。重點唔係貴，重點係一望到就令你心平。其他賬單、藥袋、舊丸、爛物件全部移走。你唔需要一次過斷食之手單喎。先由床頭1尺地方開始。如果床頭有舊傷，唔係叫你全部掉走，人老咗總有好多記憶，總有好多捨不得。但你要分清楚，呢啲傷令你感恩，呢啲傷令你每晚都翻返嚟傷心。令你感恩嘅可以留一張，令你反覆怨、反覆痛、反覆瞓唔着嘅就收去抽屜。唔好日日放喺眼前。人嘅心好似一張床，放太多嚿石頭上去，點瞓都唔會安樂。日日幫自己清一清，唔係忘記過去，而係俾自己晚年有一個安穩嘅位置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屋企暖、飯桌冷、床頭窄，都係小事啫，真係會影響晚年咩？我話你知，人到中晚年，冷靜拖垮一個人啫，往往唔係一件大事，而係每日一點點冷，每日一句句詞，每日一堆堆唔肯處理嘅沉重。你以為屋企只係住人，其實屋企日日都養住你嘅心。喺屋企冷，心就冷，心冷，講出口嘅說話就冷書。話冷人自然實，而且呢種冷通常唔係突然來嘅，係好多年累積出嚟。今日你嫌仔女講嘢細聲，聽日你嫌伴侶做嘢慢，後日你又嫌自己命苦。每一句都好似唔大件事，但一句一句疊埋就變成屋企牆上面睇唔見嘅傷。你一行入嚟未坐低已經覺得凍。你想改交運，先唔好急住買乜擺設，先問自己：我呢間屋有冇俾人一重被接納嘅感覺？接納先係最實在嘅家宅暖氣。想翻屋企暖，唔一定豪華，唔一定新裝修，但要有一重令人願意停低嘅感覺。門口清爽，
飯桌有笑，床頭安靜，呢三樣做得到，你所有個人都會慢慢唔同。你唔再所日用怨氣，懂人你用一種穩定嘅氣場，話俾身邊人知翻嚟啦。呢度唔會傷你，呢度可以坐低。我想你由今日開始做一個車嘅小功課。第一日，清門口，只清1平方米都得。第二日，揾一盞暖色燈，或者抹乾淨門口嗰盞舊燈。第三日，清飯桌，將同食飯無關嘅嘢移走。第四日，食飯時少講一句怨話，多問一句你最近辛唔辛苦。第五日，清床頭嘅一個安心角。第六日，打電話俾一個你掛住嘅人，唔追問唔投訴，只係要佢哋行翻嚟食餐飯。第七日，煲一個簡單湯或者沖一壺茶，自己先坐低，感受一下屋企有冇暖翻少少。到呢7日嘅時候，唔好成日望住電話等人即刻有反應。你今日清咗門口，仔女未必聽日就翻嚟。你今日少咗一句怨話，伴侶未必即刻讚你，但你自己會知。屋企少咗一點刺，心入面少咗一點硬家宅人氣，好似煲湯火太猛會滾瀉，火太細又唔出味。最緊要係有耐性，你每日加一點暖，減一點冷。3個月後再望翻轉頭，好多關係會靜靜地變得冇咁僵。你會發現7日未必即刻改變所有關係，但你自己會先變，你一變，屋企氣場就變。以前你等人翻嚟，是帶住怨氣等，而家你等人翻嚟，是帶住安定等。呢兩重等法結果好唔同。人最怕翻到屋企要交功課，最喜歡翻到屋企可以放低肩膀。有時候一個家重新有溫度，唔係靠講一番大道理，而係靠一個細動作。你聽到門鐘響，唔好第一句就話你仲識翻嚟咩？可以改成翻嚟啦，飲杯水思。你見到仔女買嘢上嚟，唔好第一句就話又亂使錢。可以改成多謝你記得我。你見到伴侶做錯小事，唔好即刻皺眉，可以停一停，笑一笑。呢啲說話好細，但細水長流，最能養翻一間屋嘅人氣。你今日肯改一句，明日肯清一個，後日肯放低，屋企就會慢慢由冷變熱。人心最怕硬碰硬，最受用係一點一點被融化。一間屋有光，人先有爐，一個人有暖，家先有回聲。晚年最好嘅福氣，唔係你有幾多間屋，而唔係銀行數字有幾長。真正嘅福氣是你一開門，自己都覺得值得回家。你一坐低，身邊人都願意同你飲一杯茶。你一開口講出嚟嘅說話，唔再令人想吐，而係令人覺得被接住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面有一點點感覺，今晚就由門口開始，唔好等仔女改，唔好等伴侶改，先由自己間屋一個角落開始。你清走嘅唔止係雜物，你清走嘅係多年累積嘅怨氣。你留低嘅唔止係一盞燈，你留低嘅係一份願意重新靠近嘅心。如果你願意由今日開始養翻屋企嘅暖氣，喺留言寫低4個字：開門有光。呢4個字唔係咒語，係你俾自己嘅一個方向。開門有光，飯桌有笑，堂頭有門，晚年條路就算慢，都會如行如順。中意聽你嚟講識人生智慧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。下一條片我哋再講人到50之後3句說話，最好少講，講少一句，家人就更快一步。我哋下次再見。